就会安那。但是当咱一群人做伙伫遮做礼拜的时阵，你会感觉足好的无？会无？啊，点头尔无意思啦。来，头前后壁兄弟姊妹，你甲讲，甲你做伙礼拜足好的，甲你做伙做礼拜足好的，甲你做伙做礼拜真正足好的啊！上帝祝福哦，真赞真赞真赞！就亲像今仔日，我嘛要特别来点出讲，伫咱的中间有一个真好的谈判。这个真好的谈判，我毋知影恁有感受到无？但是当我8月份来到呾，已经处理过几啊场的个别礼拜去啊。好佳哉，感谢主，有雅音合唱团伫的。因为这个中间除了有一个拜一个礼拜，咱的家属真意爱讲，因为过身的亲人足意爱来教会，将教会当作是属灵的家。所以会使倒转啊，咱教会做个别礼拜无？我听到当然嘛真欢喜。在于我个人的感觉，有这个机会，我家己个别熟悉的礼拜，咱家己的教会来做，我嘛会意爱安尼啊。但是不管是什么款的情形，过去咱都有一寡家属哩，啥等等，大家讨论了后，就是一只哩殡仪馆来甲伊完成。只要教会有需要，家属有需要。牧师有需要，咱的雅音合唱团无第二句话，就赶紧招的去家己殡仪馆迄个所在来献诗而乐。我相信不只是外口一般的人尔，凡是伫咱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可能嘛有人足袂爱无代志要去殡仪馆的。就亲像讲有当时啊，咱来看一寡册啦、IG 啦、FB 等等。你会看到讲真侪人啊，去到好耍的所在，伊就要铺文，互你知影，好，这个所在做好耍。去到好食的餐厅，伊嘛要铺文，互你知影讲，这个餐厅真好食。去到一个咖啡厅，环境足好的时阵，伊嘛要铺文，互你知影讲，这间咖啡厅环境足水的。但是你捌看有人铺文讲，甲你讲，好，今仔日我来殡仪馆散步，足好的呢。应该无人看到这款的吧？因为在地大部分的人会感受，会当卖去殡仪馆，就尽量卖去啊。但是每一遍，只要教会有需要，家属有需要，牧师有需要，咱的雅音合唱团每一遍只要接到这款的服侍的时阵，无第二句话，赶紧call人，就去甲伫遐。所以我嘛相信，咱的雅音合唱团伫遐做了真好的服侍，不只是安慰着遗族。不只是伫迄个个别礼拜带来温暖，嘛伫遐阿罗上帝归荣光给上帝啊！所以你看，伫咱中间有这样好的谈判，安尼有好无？有吼，有毋通只有讲有啦，咱用咱上帝咧呼啊声，甲因肯定，甲因鼓励，甲因感谢嘛，归荣光给上帝。所以咱就通知，咱每一个成员拢足重要的。所以嘛是共款鼓励咱的姊妹，你甲会使拜五的下早11点至12点是咱雅音合唱团练习的时间嘛。只要咱的姊妹你也会有用的，你欢喜爱唱歌的，咱会当加入雅音合唱团啊。佫倒咱倒的经文来讲，遐族谱、遐家谱，你也有机会去读到这款的经文的时阵，你会甲跳过去无？你会甲跳过去无？我承认啦，较早我少年的时阵看到，我就甲跳过去啊。一大堆名，甲我有啥物关系？但是当我年纪大了后，你看这个族谱，看这个家谱，我开始有一寡无共款的感想。第一个感想就是讲，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我嘛相信，凡是伊诺有一个感觉，就是讲。当伊来到65岁的时阵，才知影较无甲上帝同行。当伊活出迄个为主来行的生活的时阵，上帝伫65岁甲伊同行。凡是以后机会，伊会想讲，哪会无要35岁？哪会无爱45岁？若是安尼，我的感想就是，咱真正要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甚至。安尼讲，毋知会较伤感无？就是讲，每一遍，当咱做伙伫遮敬拜阿罗上帝，
每一遍咱伫遮学了敬拜上帝，有可能咱就搁减一遍的机会去啊。我想咱应该听我咧讲的意思啦吼。咱毋知影咱的时间当时要结束，但是咱一定知的，就是每一遍当咱伫遮做伙咧敬拜上帝的时阵，做一遍，咱就减一遍的机会去啊。所以把握机会，把握服侍。第二，我家己感觉就是，较无甲上帝同行，同款咱会感觉足抽象的无？要安怎咱会当甲上帝同行？要安怎咱会当甲上帝同行？甲上帝同行好行无？大概差不多一两个月前，我就看到咱有一寡咱的兄弟姊妹，因咧准备12月20圣诞会的戏剧。一两个月前就开始准备啊呢，因咧准备对迄个剧本开始去读，开始去做台步开始。每一遍上少2点钟个走袂去吧？玉兰姐，恁逐台连续拢走偌久？2到3个小时嘛，一遍搁一遍，2到3个小时咧练习。我讲实在话，我去过袂少教会圣诞的活动，我第一道看到讲有人为着一个戏剧，放遐侪时间、遐侪精神伫遐，甚至伫我的林地内面，咱的剧本就大概知影差不多安那就好啊，念会出来会当对话就好啊。结果因伫遐一字带咧背。所以，咱就通知影，因不只是一遍搁一遍开迄2、3点钟，伫遐咧做台步，伫遐咧对话。因伫厝内面，家己就爱去记啊。其中一个演阿嬷的，就是咱的玉兰姐，背遐个卡本，遐爱有好背无？有练习就比较熟啦。有听到无？爱练习，爱时间，爱精神啊。练习就爱精神，爱时间呐。安尼，咱若真正要较无甲上帝同行，咱要来服侍上帝，有简单无？真正要讲足无简单的啊！真正要讲足无简单的啊！需要时间，需要精神，需要金钱，需要咱一切献上啊！但是真正要讲甲上帝同行，有当时嘛足简单的啊！顶礼拜咱已经有讲到啊。祈祷咱会使安怎祈祷？什么时阵咱会使祈祷？随时随地嘛。唯一爱注意的就是讲，唔通骑机车的时阵祈祷，你目睭甲磕嘛。唔通厝饭的时阵，你甲祈祷了，去剁着手嘛。这是咱爱注意的，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嘛。啊，读圣经咧，读圣经咧。哦，迄一本圣经啊大本，随时随地爱炸掉的，足无简单的呢。咱有人有迄个习惯，随时随地会炸一本圣经无？手机只要咱甲圣经的 App 甲下载落来，你咧坐公车的时阵，坐捷运的时阵，甚至你伫公司、伫学校读册休课的时阵，5分钟就好啊。手机啊拍开真简单，5分钟会当读偌济节圣经啊？你知无？恁有试过无？5分钟会当读偌济圣经啊？所以其实咱若意愿有这个意愿安尼做，手机啊下载圣经的 app， 坐公车、坐捷运，什么时阵看起来5分钟？安尼你感觉咱较无要甲上帝同行，较无上帝的话，有简单无？真简单啊！所以剩落来就是咱有这个意愿，有去想到无？咱要安尼行无？同款，我相信咱若有持续咧做礼拜，有可能咱最近这2个月，你会常常听到的，就是当心跨越。伫主的听内面，咱当心为着主的名，咱来跨越。咱常常咧讲的就是安尼，因为我相信咱一定知影。婚姻内面需要翁仔某2个同心合一，做伙去面对伫婚姻、伫家庭内面所出现任何的状况，互相体谅、互相帮衬，婚姻才会较美满。同款啊，咱若伫公司的中间、伫学校的中间，咱甲同事、甲同学，咱嘛是需要同心，去面对无共款出现的状况，互相体谅、互相帮衬，咱的公司、咱的班级才会当进步啊。
所以伫咱教会，咱不断咧讲担心合一，咧讲跨越，其实嘛是安尼，因为需要咱大家互相体谅、互相的帮衬。若是安尼，咱的教会才有法度伫咱社区内面做光做盐嘛。请亚音合唱团起来。所以今仔日咱咧讲的，真做一个光明，真做上帝的通行者。我相信，伫即个创世纪内面，不只是记载着以诺甲拿阿因甲上帝三同行。咱伫圣经对旧约看甲新约，我相信足侪咱的信仰的前辈，因嘛拢甲上帝三同行。因为咱若对旧约看甲新约，咱看到真侪遮咱信仰的前辈，因行真侪的神迹奇事。甚至伫真艰苦的困境的环境内面，因犹原有平安有喜乐。当因有法度行这神迹奇事，当因拄着困难的时阵，心内犹原有平安有满足的喜乐。我相信上帝有甲因同行。所以当咱看到这圣经安尼甲咱讲，遮侪美好的见证人，讲出因甲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但是刷落来换着咱啊！咱要安怎伫咱的生活中间行出一款的美好的甲上帝的关系，互咱的子孙仔看到，原来我的爸爸妈妈，原来我的阿公阿嬷，因拢甲圣经内面所记载这圣道同款，甲上帝三角行。感谢主，今年雅音合唱团成立满50年，这50年来，阮这个侍奉团队伫主的带领下面，大家同心一意，用优雅的歌声来献诗、传福音、也政治，同时也得到主所赐的丰盛恩典。罗马书10章15节，圣经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尼水。阮真期待年轻一辈的姊妹来加入阮的侍奉团队，按照过来的50年，大家斗阵向前行。
这是用信息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请起立。请坐。奉献，请小文、秀玲主持书献。请起来唱乡的歌。请坐。消息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礼拜后，请老婆互相请安交谊。咱先等一下。报告前有一个对某几个学生来讲，应该是真好的消息。来，明恩，麻烦到三讲一下。今仔日咱要颁发奖金，互有一寡咱的学青，因有真好伫课业、学习顶面表现的学生，所以这个时阵，助理2的陈恩宇、赵佑轩、邱谦、邱天，刚有落来。兄弟平安哦，咱连绵颁奖吼，咱教会伫每一年的母亲节甲感恩节有2摆吼，颁发给咱的主日学少年团契、青年团契表现好的学生吼，表现好顶管，咱奖状顶管是写
诚实好学，爱神爱人哈。虽然今天有10位哈，都是因为诚实好学、爱神爱人得奖哈。我小弟介绍一下，再请牧师来颁奖。好，请咱得奖的同学哈进来哈，咱。咱照例咱嘛是来简单介绍一下，咱徛是咱徛一排就好。嘿啦，助理2少气徛老前啦，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徛后壁。是你们第2排啊？咱第1排右手边。好，第1排右手边第1位是陈恩宇吼，因爸爸是陈立恩，妈妈是周丽安吼，因厝有4个兄弟姐妹，这个是大姐哦，拢4个拢有来咱助理吼，妈妈应该伫育婴室伫楼顶吼，伫即马抱一个 baby， 这是周丽安吼，爸爸应该嘛有来吼，可能伫楼骹吼，咱真恭喜。第2位是赵佑轩吼，赵佑轩甲因弟弟吼，2位是经过我们教会吼自动被教会吸引进来的，伊刚咱做伙组会1年啊，吼，伫咱助理会中间吼，很热心的参与吼，那因妈妈是张秀明，今仔无伫遮吼，第3位甲第4位是秋千甲秋天吼，因是邱冠桥的儿子甲女儿吼，不过因今仔有肠病毒吼，今天不能来领奖，我们会补给他们吼，再来不要少气吼，少气第2排的右手边吼，第1位是胡恩琪吼。胡恩琪是胡哲章、陈之燕的女儿哈，今年高3哦，是去年少气的会长。阿公是咱胡宗明长老，阿嬷是董惠美执事哦，真恭喜。过来是第2位是陈杰恩哈，陈杰恩是咱主日学校长陈其正，妈妈是爸爸是女儿，妈妈是杨佳琪，阿公吼也是玉西长老，阿嬷是咱胡美荣长老吼，真恭喜。过来是咱头前吼，头前这个。较悬的这位是张瑞恩吼，张瑞恩妈妈是陈怡佳吼，阿嬷是李雅慧，坐伫咱楼顶吼，咱楼顶的第2排甲第几排吼，真恭喜伊吼。过来是这个梁其轩吼，梁其轩是少气咱梁家宏执事甲恩慈姐吼的女儿的第2个女儿吼，阿公阿嬷拢做第1场，阿公是林俊良，阿嬷是吴秀慧。过来青年团体吼，上悬的这2位吼，第1位是周承恩吼，爸爸是周信宏，妈妈是林静文吼，应该是只有第1场吼。过来是陈义恩吼，陈义恩爸爸是陈振兴老师，妈妈是咱陈小文执事吼。今仔这几台顶这几月，咱真恭喜吼，咱甲拍拍拍。咱即马请牧师来颁奖吼。第2位是佑轩，咱嘛是甲鼓励。第3位瑞恩，第4位齐轩，往前落来，多谢。刷落来是恩琪。贤，过来是陈恩，来是蒂恩，一起照一下。
教会消息第一点，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礼拜后请老婆互相请安交谊，以及到地下室做伙享用爱餐。本周是妇女团契服侍。第二点，奖学金。第三点，洗礼，请报名参加12月21号洗礼，也是转籍的兄弟。报时间参加11月29号、12月6号，早起9点半至11点半的基要真理班课程。第四点，2025年南门圣诞系列活动，等一个请杜牧师报告。第五点，12月20号圣诞庆祝会报名，团体报名请向各团契会长填写团体表单，爱纳钱。个人报名请扫描正手边的 QR code， 填写报名表，送出了后爱去办公室交100块报名费，安尼才有完成报名。报名至12月7号为止报到甲领券。12月20号下晡3点半爱餐用餐安排如下。伫 B1 是相连妇女共青乐活手机班南门会友，4楼是主日学基族，5楼是圣歌队伴族小基族，6楼是亲戚少气。第6点，本会爱合唱团。今日50周年，欢迎更较侪姊妹加入。练唱的时间是每礼拜5早起11点至12点。第7点，国际基督教合唱指挥团要伫咧明年伫本会举办2个营会。第1个是指挥研习营。时间是2月26甲2月27，有分初级班甲进阶班。第2个是合唱研习营，时间是2月28号甲3月1号。圣歌队报名请找队长戴仁宽主事，爱合唱团请找会长徐玉兰主事，敬拜团请找团长朱应琪，其他的兄弟请找干事黄诗涵。教界消息甲大多数项，请兄弟看周报。即马请杜牧师报告。咱来看咱周报内面的第4点，有提到讲，咱今年圣诞节有一系列的庆祝感恩的活动，但是咱也看到讲吼，昨毋知咱有人，只要你有参加无共款的团契，也是你无共款做服侍，有可能你昨的手机一直点，因为昨咱已经开始咧发布一系列有关过去咱台湾南门教会，不管是咧庆祝圣诞节，还是过去有一寡单位的历史，像即道的就是圣歌队，所以不只是昨这个 YouTube 的影片有，你也毋是伫团契，也是伫各组内面的，你共款会当去你 YouTube 顶面来搜寻。另外，咱今仔日周报内面有一篇文章，嘛写着讲咱圣歌队简单的历史，所以其实这拢足宝贝的过去，咱来讲会当甲留落来，会当成做咱真好的回忆啦吼。但是不管安那，而遮有4个无共款的庆祝活动，12月20拜六的下晡一直到下暗。咱有一个庆祝会，甲一个圣诞爱餐。庆祝会因为主要就是讲，咱的空间并毋是遐尼大，所以咱第一个目标是咱家己教会兄弟姊妹，甲咱这个社区班遮的好朋友做伙来。
当然，你也感觉讲问题，你有未信的朋友、同事、同学、亲人，其实带来遮嘛真好。安尼你利用这个机会甲带来嘛无要紧，但是唔通袂记。大多相遇即事甲咱报告哦，下面有 QR code， 爱会记扫哦，扫了爱会记交100块哦，交了才叫做报名完整哦。你唔通 QR code 扫的报名了无交钱，你迄天来哦。无你的参卷，哦啊，当然开玩笑归开玩笑，这是咱基本爱做的部分啦。但是咱若讲有人会感觉讲，哇，啥物叫做摕手机啊扫 QR code？ 你也毋知的话吼，等下礼拜煞落去1楼找思涵，伊会帮忙你扫。啊，共款，伊帮忙你扫，无代表你毋免交100块哦，共款要交哦。第二个部分就是12月21号的礼拜日，咱有一个圣诞联合俄罗礼拜，所以迄天咱第一堂、第二堂的礼拜，咱会合作会，会合作会做。咱的圣歌队哦，规个对头到尾连要3个月的俄罗的诗歌，我相信因开遮侪时间、遮侪精神，一定是真水、真好的一个俄罗。所以咱迄天会记来做俄罗礼拜。12月24号下暗有一个报佳音。原则上7点先来教会练，咱要出去唱的诗歌，7点半咱就会出发出去。听清楚哦，7点练诗歌，7点半要做伙出去报佳音。这个部分真正邀请，只要咱行动有方便的兄弟姊妹，你也会使，时间会使，咱拢来报名参加。因为就是讲，咱若人愈济，有可能愈劳力，啊愈劳力，毋是要共吵。咱若人愈济，有可能咱地当分2队去更较济的所在去报佳音。啊，原则上我毋知讲过去恁有迄款经验无？亲像讲啊，住伫迄个楼顶的厝边，伊无拄会走出来看，但是听到有人安尼一群人唱歌行过去的时阵，伊嘛知影讲哦，这是圣诞节，哦，有人唱歌真好听。甚至咱咧报佳音的过程中间，咱会准备一寡圣诞小礼物。圣诞小礼物，咱咧互经过路人互伊的时阵，咱会使大声甲讲一句“圣诞快乐”。这才是咱圣诞节彼此分享的一个意义伫遐。哦啊，所以甲12月24号下暗7点，咱也有法度先来练诗歌。但是有的人有可能迄天爱上班，可能较歹赶的话，豆来。啊，咱7点半会出发去。哦，所以咱若讲兄弟姊妹，你的时间会使，咱做伙来参加24号暗，咱的报佳音。25号有一个圣诞福音茶会，这就爱甲大家兄弟姊妹讲一下较歹势，因为主办的人员伊是设定伫咱的地下室，但是咱知影咱地下室有迄个空间无遐尼大，所以主要就是讲，虽讲参加这个福音的地会无需要入门票啦，但是咱若要来的入门票，就是你爱带一个微信的兄弟姊妹、同学同事、朋友来，啊，你感觉讲哦，安尼无来可惜呢。我相信只要咱若有常常咧参加礼拜，咱的敬拜团，而且咧学落的诗歌，咱做伙斗唱，甚至比如讲像咱若中昼，咱落去楼骹食一个中昼顿，其实讲一句较歹势，就是讲哦，哦，你讲我咧讲台语，长老毋知会抗议无？咱迄落咖啡，你也真正要啉嘛，是你会当啉烫海啊。啊，所以咱若讲只是家己尔，这个12月25号下晡的福音茶会，有可能较歹势，就是讲咱将这个空间让好出来，互咱会当带微信的兄弟姊妹来遮参与的，互即款毋捌踏入教会的人，伊会当有第一遍的机会踏入教会，啊，做伙来参与圣诞的活动。我想咱将这个机会留互外口的朋友。啊，但是你毋通听我咧讲了，好啊，无让互人，结果到时无人带，怎剩咱敬拜团伫遮唱歌？包括咱的烘焙班，到时会做一寡较特别的烘焙来做点心哦。啊，所以就是咧讲，咱毋通空手来，咱甲会使来参加的话，咱一定爱去邀请毋捌踏入教会即款的亲情好朋友，做伙来参加，安尼意义会更较大。啊，咱若感觉讲，我想无呢，想无，毋知要带谁来，啊，无咱就将即个空间让互会当带朋友来的人，啊，为着要弥补，咱就等下食饭的时阵加比你加啉几杯啊。以上报告。即摆欢迎新朋友，请学长老报告。我来介绍人客吼。
咱坐伫第一排，咱记录者，即个加拿大，咱2-3年前有转来台湾的时候嘛，捌来遮做礼拜吼。加拿大温哥华转来迄个谢牧师牧师娘，吼，甲伊的小妹甲妹婿吼，好车济。啊，谢牧师甲牧师娘甲小妹，因拢是迄个三重埔教会出身吼，去谢牧师甲牧师娘去美国，去加拿大温哥华吼，即摆伊伫即个温哥华的即个救世军的教会的华语部咧牧会吼。咱知影迄个牧师娘吼，咱甲教会咱教会有一寡关系吼。赖明恩读到赖明恩长老爱叫伊阿姑啦，杨嘉伦爱叫伊阿姨啦，吼，所以咱即个有这个关系伫牧师娘甲即个我太太何老师是即个女师专音乐系同班的同学吼，到即马拢一直保持联络，因拢伫厝内，大家拢一直有建立即个听的关系吼。好，多谢。即马咱来行平安礼，请起立。请斗阵吟信息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
愿被上帝的光今日照伫咱，愿上帝开阔咱的境界，佮保守咱身心灵勇行。愿被上帝丰丰富富稳定佮疼痛，主耶稣的慈悲佮怜悯，信实的保守佮引带，拢甲咱以及咱的亲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一个永世大保证。阿门。请坐，密祷闭会。